大雨取缔到的，除了高雄，还有云林的斗六，半暝2点就开始来拼大雨，7点钟是来拼140公里的雨量，是拼到地势较低的所在拢积水了。人家厝的水积到骹肚悬，住户赶紧用砖仔甲家具贴无悬，搁伫咧门口蹲沙包，但是雨水也是一直灌入去厝内，住户是规暝拢唔敢困。整个家里都是啊。对啊，还有后面厨房都是。 听过严重积水啊，对客厅看过，拢做大水，家具嘛拢浸伫水内，住户赶紧提砖仔甲贴悬起来。我已经垫了3层了，然后锅碗瓢盆也都出动了。我从2点，就是只要一下大雨都没有办法睡觉。从早上5点这场很大的雨开始淹进来这样。云林斗六半暝啊落大雨，赶紧摕这山包挡伫门的，但是这积水也是一直淹入来，一直淹到这骹肚的所在，规暝拢唔敢困。 我的家具都泡水，昨天已经清1次了，很痛苦，然后今天就再清1次。哦。这边算大工落啊多啊。伫半暝啊2点到下晝9点，斗六路140公里的雨量，造成镇北路地势较低所在拢积水。现看这大雨会一直落到拜六，当地居民希望公所会当赶紧解决积水的问题，然后活伫个噩梦中。